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呢，我哋就同大家嚟玩呢一個嘅明良餐廳2啊，係啦。咁呢，我之前餐廳我都有玩開嘅，咁我見你出咗2呢，咁我都想玩下嘅。咁其實明良餐廳1呢，我已經鏟咗啦，因為太耐啦，其實係幾好玩嘅。咁我哋而家就2啦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玩家咁即係我啦。因高考落榜，又懶得去找工作，我一時間成為咗無所事事的唔知咩啦。NEET， 咁大家喺下邊留意教我啦。對此一直沒表態，但係前幾日佢又叫我頂咗佢間餐廳，就喺度打嚟。喂，呢個佢嘅劇情有少少抄第2隻 game 喎。想想自己在家裏有貓你幾耐有少少慚愧有冇推嗱？不過呢，就讓我嚟做一個新手店長又真係冇乜問題嘅。別人的半頭唔知咩咩啦，哇！嚇我一跳啦！非洲話說你該不是助理小姐吧？明良小秘書，真的哦，看來你就是新來的店長，你乜年紀？靠不住我雖然我係好年輕，我自己係太過年輕，但係我唔覺得我冇呢個能力啦。再加埋好明啊呢個明良小秘書，跟住玩家呢就深入地講，關於這一點，你有什麼資格說我？嘛，不管什麼，店長就是店長，就算你現在什麼都不了解，我喉嚨真係有少少唔舒服，所以不了解也冇關係。係讀唔正個音喎，喉嚨痛，我會全力輔助你啦。所以你也要認真工作哦，店長大人。我想嘔啊！店長大人黐線，那是當然，我也覺得不能再這樣廢柴落下去了。咩叫廢柴下去？應該係再頹到 L 落去咯，叫做頹落去咯，唔應該就頹落去咯。有咩又廢柴落去？嘻嘻，可能有幾蠻肉乾淨的誒，佢用簡體字咯，好唔舒服。既然咁呢，我哋就即刻開始啦，準備啦，開始準備啦，救命！跟我來。對了，我還不知店長大人怎樣稱呼你呢？你已經稱呼緊我啦，店長大人。好傻嘅。我哋就用翻一個男角。我哋呢就繼續叫嘅落同怪物蛋豬個名呢就差唔多一樣啦。但係呢，我就講個林井。咁我都係繼續用翻個樂樂大人啦。咁我就用緊手寫嘅，咁其實我呢就用手寫嘅。手寫啦，髮型陽光少年，路人主角，成功人士幾靚啊！我中意呢個顏色，溫柔、陽光、冷靜啦，中意。周閒世就圍裙，店長服好似冇啲嘢。大人嗎？我記下了，今後也請多關照咯。應該啦，係咪先可以講啲番話？應該，我成首都係。下邊我就簡單介紹一下最基本的操作吧，係最下邊就簡單介紹一下最基本的操作。喂，重複嘅，有啲店長鞋少，都冇，唔係店員鞋少，都冇店員，我哋就先從召喚釣魚，好唔同啊！同之前嗰個明良餐廳好大分別。點擊店員餐單下的
召喚店員按鈕，選擇一種召喚模式就可以咩啊？簽訂契約了咩？我契約麼契約？我諗起店員菜單菜單係，跟住之後再撳一個召喚店員扭蛋機咯，我見到金幣召喚，點擊一次，哇好窮啊！我就係咁樣都已經。哇！一星㗎，好嘢，唔合心意啊！又要俾光咗佢啊！明。我真係想，唉，冇嘢好講。但係明亮餐廳，我唔明點解有男仔啦嚇呢一出兒啊嚇。店員的廚藝會影響呢個食物嘅品質，請謹慎呢咁樣選擇，千萬不要讓嗰啲黑暗料理嚟著住你哋火門嘅主廚啊！仲有廚師不足嘅時候，我哋關閉。我唔知啦嚇。如果覺得客流不足，就係可以，又係抄人嘅呢一個，就可以喺電話入邊咁樣。廚師服務生招待3種員工嗎？記住了。現在還有5個18千萬。係啦，5萬嘅起始資金，要是店員不夠用的話，可以再招。左邊綠色即係代表我哋原嚟一個人啊，綠色剔啊，就快攞呢個獎勵，好光啊！呢條獎勵，又叫點整法？餐廳升級啦，好多新聞要解鎖咯，好嘢！好了，準備就緒，讓我們趕快開張吧。哦，差點忘了，我們這間餐廳叫什麼名字？我哋講咩名好？叫梁雪糕好嗎？唔知喎，就叫哈哈。明包明牙東東明牙東東啊，唔係明牙寵兒啊。明牙頓頓呢個就係餐廳名啦。哇，明牙頓頓啊，榜尾不錯，不愧是店長大人。哎呀，好想配合配音啊！營運的話當然要是提前準備好料理，先嚟做個盤菜嚟試試吧。撳呢一度，再撳呢個女僕蛋飯係咪？就係啊！如果唔得，好煩啊！我哋今集
暫時唔好講嘢住，等去到11分啦，係咯，11分我就出聲。我要補充體力嘅話。等陣先，我有啲嘢要做啊嚇，咁我哋就暫停一陣。好啦，翻嚟啦大家，咁我哋而家繼續啦，係啊，廁所翻嚟啦，咁同埋做嘢嗱，餐廳獲得好評後，就會增加一點人氣值，人氣值高了，慕名而來的客就會增多了，咪增多。人氣值的上限可以通過裝扮餐廳和佈置裝飾品來提高。我們去把餐廳打扮一番吧，裝飾品就起啊，小黑板啊，小黑，嘗試轉動移動裝飾，並且確認就可以調校呢個裝飾啦。咁我哋擺喺邊好？我覺得就咁啦。係啦，就咁啦，呢個位好 good 啊。係啦，跟住咧就咁樣啦，跟住之後就唔知點啦。位置啱啱好喎，點扮人我睇好你啊！位置擺喺適當嘅位置，點啊？哎呀，重複又嘛，我對自己的審美還是挺有自信的。只裝修店面是不足的，如果想有更多客人來顧，當然是有更好嘅招待啦。店員設置1名店員招待。有了他們的宣傳，就會越嚟越多吃貨光顧啦。同埋咧，同店員搞好關係咧，都係好重要。又係差嘅呢一點，又係差人嘅。沒事的時候就冇必要記得提升呢個好感度啊！提升店員好感度的方式有摸頭和送禮物。好感度提升後，可以讓店員穿上各種的服飾，包括行丑丑的裝扮喵。原來只是為了提升尺度麼？唔知點知一個店員摸頭，係啦，跟住又哇睇落高興了，變高興了。摸頭的話可以增加好感度，但是不要摸個不停，不然的話，我哋呢下就知啦。豎起來送禮物可以更高效的提高店員好感度呢。點選店員送禮物？喺我身邊就是增加好感度啦。這時候一個人是好無聊啊，接下來就是店長大人就自己試試看吧。唔幫手，我平時都會在於紐約什麼問題來蝦我就好愛。聽到啦，好啦，而家拍13分鐘，我注射2粒，跟住呢就有1樓。咩嚟㗎？就冇收銀處喎呢一度。我唔做嘢啫。
巴西再辦法反政府示威，要求總統萊塞斯下台。而一旦萊塞斯遭到彈劾，有機會暫代佢職務嘅副總統特雷爾亦都面臨憲制前作權嘅彈劾干涉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就係試玩到呢一度啦。係啦，咁我哋完成咗個主線算啦。咁好啦，係咁啦，今日就到呢一度啦。咁好啦，大家拜。